继续来看，新竹有一间科技公司，去年10月包游览车载员工到云林的剑湖山游乐园来佚佗，结果这个游览车伫国道3号因为超车甲一台轿车相撞，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云林地方法院一审，甲游览车的司机判刑3年6个月，原因是伊有几啊届违规的前科。 当天阁是疲劳驾驶，又阁超速，而且嘛无甲其中2个被害的家属达成和解。虽然司机以厝内底经济无好为理由请求假罪，也毋过法官并无接受。 去年10月，这个载41个新竹科技厂员工游览车准备要去剑湖山游乐园，经过国道3号时，先甲一台轿车烧毁了后，去弄到外车道的护栏，出来冲到内车道，造成4死22伤。游览车司机何福林地方法院判3重半有期徒刑。 最主要是认为他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有超速行驶以及不当任意变换车道那造成的伤亡结果非常的惨重。那其中针对4位死亡的这个死者那他仅跟其中2位达成和解。 判决书写讲，63岁姓陈的驾驶恶质的行为，竟然是讲困无饱、疲劳驾驶，甚至以时速接近136公里的速度超速，伫超车时发生车祸事后，嘛无甲其中2位被害者的家属达成和解。 我们也衡量到整个伤亡的情况跟这个对交通的危害性所以我们判处选择刑度是3年6个月那以这个过失致死的刑度5年来说，本件在刑度量处上可以反映他的行为恶性的。 姓陈的司机毋是头一摆违规，为2015年开始，陆续有9件超速违规的记录。即摆因为超速、超车失控、甲轿车烧毁了后，弄昏驾倒，搁弄路径隔音墙，赔偿4条无辜的性命，这变成被判重刑的主要原因。你的诉求是安怎？我卖尽量，迄落卖讲去关啊安尼。 看会使判缓刑安尼哟。好。面对被判3年6个月，姓陈的驾驶讲会阁上诉，伫法庭上，伊嘛以厝内经济无好为理由，求法官回假罪。因为合议庭认讲，这个驾驶行为真恶质加极端。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